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仁。恁厝裡水道水的水對倒來嘛？家人河水天上來，奔流到處不復回。偏偏參到油污是公公司，安奈擱再發生是誰不應該？今仔日議員甲大水甲相關的學者到底來討論。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台灣自來水公司水質處處長陳文祥。主持人議員加教授，還有咱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，中國國民黨基隆市暖暖區的議員連文典。主持人、處長，董林、咱教授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民主進步黨仁愛區的議員鄭文婷。主持人，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，以及咱在座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系與觀光系合聘教授甘基權。主持人，還有電視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那麼首先，咱來關心你唔通掠做敢若家人的代志。頂個月，家人河去互油垢去互污染着，影響家人實際超過15萬戶的自來水。那麼調查發現，佇暖暖的中成公司涉嫌違法呢偷倒廢油，負責人有5個人去用收押。市長謝國良表示，若確定犯罪，相當會罰到2000萬。查扣油罐車油槽，家人檢警敲找暖暖區眾成公司的真儕個地點，現場救封鎖線，佮查扣小坡啊等證物。因為家人河11月27發生自來水油污染的事件，影響到家人含實際超過15萬戶的用水。檢警經過2禮拜的調查了後，發動搜索，佮甲姓楊的負責人等7個人帶登去審問。後審了後，對姓楊的等5個人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，另外2個是4萬和5萬交保。剩下的5個嘛，互法院裁定聲押准啊。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、48條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串滅證之虞，向法院申請羈押並禁見。來看這事件發生了後，基隆市政府烏大牌採樣，閣先後查到警方稱圖，聲稱動力違法污染，分別通罰60萬和100萬。這擺互鎖定的眾成，雖然是合法登記的事業廢棄物處理業者，本來應該把收到的廢油送到桃園觀音回收佮利用，而是為了省錢，直接倒排去關灣路102項的店內大排，結果落去家人河造成大污染。家人河開河會當提水，市民拍開水道頭洗杯啊，洗出來自來水無夠有油污味，水質開河正常了，市民嘛較安心。這直接用上來是比較好，沒有什麼味道，攏無啥味啊。即馬是攏無啊啦，因為我嘛有叫人來洗塔。這樣洗塔都迄幾個真的沒辦法，大家都唔敢用啊。查環境部的列管污染採取資訊，發現眾成在10年來有600個廢棄物清理法、水污染等等的開發的記錄。內面2017年因為作業的疏失，造成廢物漏出去，污染家人河，紅罰5萬5。最後證明是元兇的話，那基隆市政府作為水污染防治法的這個主管機關，絕不寬待。基隆市政府在我們基隆市境內有這樣一間累犯，對於環境污染累犯的工廠，我們還要繼續讓它營業嗎？市長謝國良強調講，若正是眾成就是造成污染的兇手，會考慮照水污染防治法罰因相關2000萬。民進黨市議員是希望講，除了動法，市府嘛應該和中央來討論，看安怎加強家人水質的安全，莫讓居民的生活受到這大的威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如果你若是台北市民，甚至是新北市民，你可能會感覺啊，我咧食迄個翡翠水果就對啊，吼。但是可能各位都唔知哦，基隆市人因食水吼有3個所在，大武崙吼，啊個基隆河，啊個西勢坑吼，西勢坑，但是有是西勢水庫，啊個新山水庫。但是家人河後直接抽家人河河水來到北島的抽水站，啊，甲暖暖的淨水廠，啊，才來供應水。所以，唔是講逐位攏有水庫通好用嘛。哦，這嘛真
這嘛唔是特例的啦吼，全台灣也有這種也有這種縣市嘛有咧安尼食水，但是我要首先來請教處長吼，這個油膏來落來，咱應該照正常來講，咱應該有通啊監測，通啊蚵仔涼啊，無愛去食水嘛，應該是安尼嘛。主持人，其實這個問題啊吼，就主你咧講的吼，佇家人這邊的食水啊吼，其實伊是主要的迄個水源來自咱的迄個家人河水，咱家對北斗抽水站遐吼，咱抽來去新山水庫，伊有一個中的迄個原水池，這對個原水池的部分呢，甲一部分的水拍去新山水庫，某一部分的水才入去甲新山淨水場來做這個處理。你新山水庫呢，主要吼，伊就是啥？咱若講較水期吼，水較飽的時陣吼，咱甲水甲抽來遐，甲伊囤起來，咱水較無的時陣才來供應。是，主要是安尼啦。你講，若是我若監測中，伊這個排水就不良，我應該有一個監測的機制，通好來講，這後奶這唔通擱再抽，敢有？當然有哦。阮佇迄個，因為我拄仔講的，這個是足重要一個迄個水源的迄個抽水站嘛吼。所以，阮佇迄個現場啊吼，其實佇事件發生之前，阮大概佇遐吼有8道的迄個監測的迄個設備，閣有人為吼去巡查。對，就是像迄個畫面所看的。水面油膜監測儀是總有機碳的分析儀。對。這安尼閣會登檔去。甲主持人報告吼，因為吼這油的污染，就拄啊像主持人講的吼，因為這油的形態吼無共款吼。咱一般認為講吼，柴油面有迄油光了，對你睇看吼，迄個水面油膜監測器啊吼，伊就是看有迄個反光的時陣，迄毋是用人去看，用機械去看。第二項吼，總有機碳的這個分析的這個儀器啊吼，就是測咱內底吼，咱迄個水內底的有機物，其實咱的油嘛是有機的一種，但是這問題是講伊的量啊真少時陣啊吼，其實無容易來袂揚啦，毋是袂揚，比如講咱吼。咱迄個火災的時，毋是講有一定的迄個煙的時，伊會揚着，但是咱的人的鼻啊鼻着，甲伊會揚，迄其實有一個差別。但是吼，我毋是干那一項爾，比如講你看吼，總有機碳的迄個分析儀，包括後壁阮那個啥，去飼魚啊，那個飼魚啊，飼魚的部分呢是因為吼，看有冰雹無？毋是看有冰雹，魚啊這毋是用人去看，伊是用迄個自動的機械去看，因為這套啊吼，我有內底有兩套，一套是。德國啊吼，迄邊進入來一個迄個飼魚的技術，伊這個技術呢真特別，是魚啊吼，伊並是固定伊的游的方式，比如講伊的游啊，甲是講伊講魚啊會夾做還是分開，所以哈，這機械去判斷，用伊迄個影像去判斷一下，伊到底是。伊若食了阿母奶，小可歪，啊就知。還是講速度，還是講速度，譬如咧，就做咧旋安尼吼，因為甲人共款嘛，你若去拄着驚慌的時候走，其實這部分啊吼是針對伊的魚啊正常的行為以外吼，有一個監測，但是吼。比如講，咱油在入來時吼，毋是講單一趟倒入來，單堆單壓起來，其實是啥？其實是伊是慢慢啊入來，所以應該到一定的迄個亮度的時陣吼，才可能吼，才會。但是阮毋是干那靠這個機械，因為其實即個發生的時陣吼，阮的迄個巡查人員，阮有固定有專人佇遐咧做巡查，伊有發現，佇迄天早起6點26分發現的時陣吼，阮就隨凍掉，阮就人就隨凍掉。但是還佫有選入來，但是。一部分就剛我甲你報告的嘛吼，就是咱食薰有一寡風味啊，就是有一寡迄個感受無好的，這水的味啦。我想講安尼這8道關卡啊，佫有通登檔去，這有影。其實這8道關卡，阮是全面性來水這水質來做一個防護。比如講，掠客來去用倒，毋是油的物件，其他的物件的時陣呢，阮。這是迄個，嘛是共款的檢測。對，你看，毋是干那一項，後邊還有幾啊道的迄個風扇，來做這部分的，做一個監測的功能。小安這來講安那後手佫安那佫來加強吼。小安先問咱苦主佇遮吼，另外是你有啉着？阮咱區無，吼，阮咱區即擺無。阮另外區你有啉着？阮另外區有，嘿。恁無啉着其他人就講好，毋那好加載。應該是安尼講，我們應該認為吼，阮這邊認為這個這個事件吼，因為到尾啊嘛是確定是伊偷盜的啦，偷盜的數量有限，
阮咧想講，伊咧抽水的時啊，拄倒落去，100多水入來，水內底因遮咧經過的時啊，那個檢測是無完全注意到，所以等你發現時，當然甲水頭切掉。這一部分呢，因的循環啊，是處理的中間啊，這個過程，因就佫送倒出去，所以這送倒出去，污染的人會食到啦，但是唔是全部啦，迄若甲新山水果攏量啦，足濟。咱新聞是攏賣走15萬戶，用概率來算啦，但實際上無夠15萬。我是咪做一個說明一下？其實吼，拄啊，迄個議員這邊講的吼，15萬的部分是以新山淨水場供應的這個區域來講，但是有的所在，之前你嘛講，還有其他的資源入來，比如講對暖暖來啦，吼，對大武崙來吼，甚至吼對公仔寮迄邊來，伊其實遮吼，供應迄家人吼無共區域的所在，但是即個阮認為講吼，因為着公司嘛是擔這個責任吼。阮照顧規個迄個家人區這邊受影響有感覺的這個民眾，所以阮以15萬和這個較寬鬆的迄個認定的方式來認為，較規氣啦，大家較袂心內較怪怪啊。因為你感覺講我遮你有迄油味啊吼，我厝的遮有隔壁的可能無共的。啉到油味，我嘛會感覺講，敢若有油味安尼，這種感覺就對啊。所以我頭毋才挑過去問講。議員，你敢有啉到油味？暖是無影響，因為因是暖淨水廠，阮林愛區是食新山淨水廠的。議員，你有啉到？我是無，但是我甲我住共棟的厝邊，有人講有啉到，有人講無啉到，這就足歹講的，係啊。因為阮厝內底食的水有用淨水器，所以我咧想是毋是因為淨水器的關係，所以。迄個味介，我就特別請甘老師來所講，咱處理的普通迄種淨水器，不管是啥物 RO 逆滲透啦，還是啥物有的無的，即擺足濟嘛吼。你種敢有效？迄來拄這個油污吼油啦，還是迄個有機物吼，當然是攏有效吼。但是我今仔要講的講，為什麼有個人要有迄油的味啦吼？上蓋主要是這個我要講的。就是講，因為咱平常時啊，佇厝吼，咱佇下間仔咧洗身軀的時陣，伊迄是燒水，燒水伊迄也有迄個揮發性的油佇內底的時陣，伊有感覺講哦，這個味該會遮爾重，這是上蓋主要的原因。咱佇淨水場的時陣啊，吼，其實咱是用迄個溫度頭22度啊，所以迄個感覺，咱佇淨水場其實偏無啥味。但是咱佇厝內底，我拄仔講迄密閉的空間內底，伊迄個揮發性一個壓起來，所以針對這道的這種的迄個油污染事件，我嘛是建議講吼，自來水公司吼會當為迄個冷鏽法，就是咱平常時也是迄種常溫的偏迄種臭味的吼，迄種方式。改善會當用迄種燒水啦吼，來甲增加的水量，來偏看的這種的方法，這種方法，這種方法叫做熱鏽法，熱鏽法。我遮可能有那一個補充啦吼，就是講咱足濟儀器吼，無在調離迄個第一時間吼，會安尼改啊。會啊，有影咧，伊這敢若袂輸個18當人咧。對，上蓋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吼，就像咱住大樓，有當時咱樓骹你數分，咱就感覺有一個氛味，但是咱厝裡內底迄個煙的迄個警報吼，伊袂淡嘛，因為吼以咱的這所有的文獻來看吼，咱的人的敏感度吼，差不多是1/兆啦。兆分之一啦，兆分之一啦，咱的儀器設備，有影規模的兆分之一，所有的人做敏感，而且我拄仔講到，佢講，佇迄個密閉空間內底，佇迄個下間仔內底，伊就感覺講，為啥物油會遮爾迄個油味遮爾重？這個是迄個咱的人呢，是確實是較敏感嘛。
好，所以咱即馬所有的儀器吼，要對到咱人的這個鼻仔吼，確實是找無。哦，這我掠做講貓啦、狗啦，可能好鼻塞啦，比咱的人較敏感安尼。結果是人較敏感。你若講平平動物來講啊，吼，人是較無敏感，但是啊，咱若人和儀器來比吼，咱人是比儀器更加敏感嘛。哦，所以我才會知影講，我以前20-30年之前去採訪自來水公司吼，人有這個鼻臭塞啦。是哦，啊，環保署嘛有一個鼻臭塞啦。是，但是即馬刷後手，咱佫要通啊，因為聽起來呢，聽老師安尼講，真濟儀器佮無一定較及時，通好來做監察，刷來要按咱來做啥補救，除了加強查察，小等讓兩位議員來講，啊，你來講咱台水要安怎來強化？其實哦，佇業務者來看吼。最近已經甲迄個，阮近期要來正式的這個設備啊吼，啊，我來做一個解說吼，一個是水中油啦，水中油因為拄仔你講吼，你敢若看油缸啊吼，這部分啊吼，因為有誒，比如講柴油、油缸，啊來講咱的機油這種吼，較袂反油缸的吼，伊誒敏感性就較低。啊，阮這套迄個水中油的監測設備啊吼。是啥？對水中內底抽起來有迄個油吼，這種的污染物足微量的這種的成分的時陣吼，伊用發出警報啦。所以講吼，比原來部分吼，迄個比如講起來種有機碳的分析儀啊吼，伊佫較敏感，伊的敏感度佫較高。但是處長，我講一個笑話，是，我會記得差不多20年前，阮時大人誒學校吼，講迄陣時講校園迄圍牆攏拆起來。啊，上來做迄個感應，然後物件花過去吼，就是改啊。伊差不多一天24點鐘，差不多半暝啊改啊，攏安尼。蠓啊，雨神啊飛去就改叫，我是批律啦。是。啊，這是毋是會足敏感的呢？伊這種的吼，主要是對油的污染物，因為我都有講過，對水內會有可能一寡危險吼，攏一直會存在。但是這部分針對因為咱這屆佳人河事件了吼。對油的部分會特別敏感，所以阮甲迄個甲專家、甲業界去討論吼，阮即來這套設備，啊，這套嘛是最近才拄出來一個迄個新的設備，所以阮即個優先就先來佳人河再來設置啦吼。啊，另外一個就是吼，這連續性吼，用迄個燒的方式過來偏。其實老師講的吼，其實這套吼，原來佇阮迄個北斗體育站遮就有，但是阮遮佮伊精進的方式是啥？譬如講咱。拄啊，教授咧講嘛，佇咱的液晶內底啊吼，啊溫度會懸點嘛吼，但是咱啊有一個高溫的即個設備嘛，比如講咱的迄個熱水器，啊所以伊即套吼，其實伊的原理甲咱熱水器是共款。模仿伊誒，是共款，伊是講伊就是連續啊吼，啊咱的迄個對迄個咱抽水站抽起來即個水，啊直接甲伊高溫，啊迄個味啊吼，其實着阮有人咧監控的迄個空間，伊其實就會感受會到啊，等於。原來是較溫度較低，它20幾度嘛，啊，你只直接甲你扭啊，它60度左右嘛吼，所以佇迄個控制式迄個咱的當然啊吼，共迄個時間，伊就用品着即個味啊。處長，你睇下講恁的同仁其實在透早6點外就發現，是，恁也愛負擔順水的工作。哦，阮順水的工作有順水的工作，佇迄個處置站有處置站的當年，迄是無共款的人。但是攏是恁自來水廠的啦，是攏自來水廠的人，阮水廠的人。照你講，環保署嘛，環保局嘛，應該要有人嘛，是不是？議員？沒有，我了解是不會進入他們的台水裡面。不是，我講那是河水，你那是因為這是鹹水，這那是鹹水區，這是供應自來水的水道呢。對，應該安尼講啊，抽水站以外是環保局愛管的啊，河川管理是。各地方政府的權限，抽水站以內就是攏自來水廠愛去負責，好。抽入來就因的啊，對啊，抽入來就意思。啊，但是還未抽進人，就是市政府，就是市政府來處理。像種型的，種型伊是對因頭的門口口，伊就開始擺啊。對。啊，所以咱環保局。這個是環保局要管的，這絕對是環保局。啊，無環保局咧發迄兩斤是發什麼意思？所以咱環保局嘛，應該要有能力，通好來巡吧。因為我了解是環保局即擺目前的分配的人啦吼，也嘛無遐尼多，無夠。啊，佫一個，伊暗時也要排，
上看有，連伊機器偵測到迄個薄膜都會當落實去啊！你講人目睭本來可能看得到，所以說這個伊還佫有一個伊排出來油，是不是完全攏是浮喺頂頭的，還是揚佇個水內底？這嘛是一個部分。這來，我先和議員先講。應該是愛安尼講啦，吼，環保局所有廢棄物的清理，還有咱家的有機油啊，吼，還是啥物，這種攏是屬於環保局愛管的。環保局愛管，也就是講，你親像各行各業都有一寡廢水愛處理嘛，你。唔是講參像餐廳，你唔是講哇洗洗，你就該倒，你都要有油水分離的處理設施。啊，你親像化學工廠，你嘛有化學工廠的環保的要求。照你講，應該攏愛經過檢查嘛，對，因家己工廠內底都愛有一套機制，啥物款經過安怎的處理了，伊才會使排入去。咱的水溝仔內底，嘿，伊排水溝仔才排喺咱的河的內底嘛，吼。啊，有的是愛去吼下水道去收，啊，有的是走入去咱的河內底。這攏有一套嚴格環保的規定。這咱自咱古早幾多十年前，為着環保咧抗爭，較早咱迄河內底的魚仔攏死了了啊，對吧？啊，所以毋知有。經過這幾十年安尼來控制，咱的政府來要求了，工廠攏愛改善嘛。啊，所以因一寡處理因遮的化學成分的遮的設備攏愛有，啊，因才會當交互業者去回收，登去處理。啊，即便這個降層，伊就是應該，伊是回收業者，伊回收來了，伊愛送去土園做進一步的處理。但是伊無，伊就直接甲伊排位家人戶內底，所以安尼才去予地檢署來甲伊即個申請。聽講伊這是累犯的吼。對啊。我佇遮甲大家報告，伊即間公司吼，阮了解是102年伊就成立啊。啊，成立了後，伊捌佇個106年，嘛捌是安尼排過遮個。我手頭的資料講，伊10年來6擺去用採發，啊，其中有一擺，就是因為因這個廢油啊，按這個碼頭載倒來了後，因為伊莫講頭一代就再土園，因為伊個油罐車油上傷，伊就先再來阮暖較近，啊暖了後，伊個油水分離啦，哦水佇下骹，啊油佇頂頭，所以伊愛。加熱加溫落去，或者水吼蒸發。啊，蒸發佇應該是108年的時有一屆，阮遐個居民啊，暗時啊，都感覺若風若吹到這邊來，就臭險險。啊，因為伊在加熱的當中，伊迄個水蒸氣內底都有含那個油氣，所以我們在108年那次，我們這個大會開的這個要到各地去巡查的時候，我們就排到他們公司。就他們公司那時候說啊，我已經買了一套機器，一套機器，我一旦把這油氣給抽入來，收倒轉來，啊，就無這個味啦。啊呀，確實，伊這套裝備精設了後，啊，真正就怎麼真久的，到即馬嘛無人騙到啦。啊，但是無人騙到的，這中間到底是伊真正是有行，還是甲弄喺水底去？這就啊，這擺我看是弄傷濟款啦。老師，那像這種工廠應該在河邊嗎？應該會講實在，應該吼加強巡查。伊對這種累犯的這種廠商吼來講，咱第一吼對這種廠商來講吼，你一定要有一個固定，還是講無定期吼加強的巡查。愛去講有當時啊吼，像阮佇個河川邊的這工廠，你有當時暗時啊的時陣哦，就去甲檢驗者，因為有當時咱工廠入去檢查哦，其實檢查袂出來有哪會，啊伊攏偷啊吼，會佇個暗時啊偷排，還是有迄暗講啊帶落塗骹，啊佮為塗骹，佮暗講啊為塗骹吼，地下水污染着地下水，啊來佮去
影響到咱的河川的水質啊。吼，所以我咧想講，拄啊，咱議員有講到講，因為自來水公司這道吧算起來吧算受害者，吼，伊抽遮的抽水站的水去到因公司內底的時陣，吼啊。伊唔知影講，這內底伊有一寡溶解性的油吼，已經走入伊的淨水系統嗰項供水系統管線內底。所以上介重要就是講，咱佇迄個源頭吼，遮個工廠我的建議是一定愛造冊，尤其吼這種高污染的遮個，啊你愛不定期加強巡查，吼，這個是就是遏制。咱這種污染的代誌一而再三的發生。啊，第二個是講，對這種有確定的代誌吼，可能咱的法吼，在懲罰上面，咱可能愛擱來重新檢視，是不是咱愛擱加加強哦，加法警加調較懸的安怎吼？老師，今仔日特別請老師來，就是愛甲咱教，譬如講咱厝的吼大樓後水塔，因為水道頭吼。因這自來水吼送入來了，會先來水塔，吼，所以路邊也有可能直接水管入來嘛，吼。啊，有水塔，水塔頭一站，第二站來甲咱家戶內面的水道頭，咱會當除了淨水器以外，啊，佫有啥物方法通好自保？還是講淨水器就 OK 啊？是，咱的這個淨水器吼，當然。即馬足濟家戶攏咧用啦吼，但是對於迄個自來水公司來講，其實伊是用飲用水質的標準來去處理啦。哦，咱的國家標準叫飲用水水質標準。但是即馬為即個水公司送到即個水塔了後，咱足濟個家戶哦，水塔可能到即馬一道個攏無清過，哦啊這。所以足濟講，咱的水會當啉的，會當啉。所以我也出去外口咧演講吼，我攏是建議咱的家戶，除了淨水器，迄當然是你會當加裝，但是一般來講，你啊自來水吼，你啊留落用迄個自費哦，咱甲香滾哦，香滾甲拍開迄個蓋頭2至3分鐘。這個水甲放涼哦，安尼個當來啉啊，這個做安全啦，哦，這個做安全啦。哦，啊那一般的水塔，你建議咱整個大樓，還是講厝的透天，愛差不多偌久就愛甲洗一擺？一般差不多半冬至一冬吼，洗一道。一般啊，上好洗的時間是哪會？有當時啊吼，像水公司會講，這陣仔的熱度吼，像颱風天拄過。熱度較懸嘛吼，啊熱度較懸的時陣，你過迄個颱風天、颱風季節了後，你來洗，哦，迄個時陣迄個水塔的下底吼，土粉會較濟，嘿，啊，迄陣來洗上蓋會好啦，上蓋讚，嘿。啊是愛向賣水的人來講，是。若是咱一般家戶吼，因為啊佫有牽涉着光線，因為即擺有這種行業的。專門咧替人洗恁兜的水管，這種敢有效？因為吼，即馬吼對於自來水公司來講，拄仔教授嘛講過吼，阮的水質啊愛符合國家吼飲用水的水質的標準。但是這個標準吼，迄個這個責任的分界點嘛吼，就是咱的水表。水表進前這部分自來水公司這算恁的，這個算阮的。啊，但是後壁這部分啊吼，因為這用戶伊家己本身，包括你厝的身軀啦吼，你公宅，甲你包括你管理方式啊吼，其實這部分啊吼，這可能阮無法度講有遮爾啊大的毅力吼，去甲伊做一個了解安尼啦。啊，目前阮看到的吼，這段其實有可能有迄個另外一個污染的來源，但是這部分我想，因為即擺大家攏對。大家用水攏真用心嘛，包括拄仔講的吼，咱的迄個淨水器攏有在洗，但是拄仔教授講的吼，淨水器有在洗，但是通常攏袂記你恁兜的水塔甲恁兜的光線。但是光線這台到底有法度洗過的吼？因為
目前吼，咱台灣進的迄個建築的迄個法令啊吼，其實對咱的迄個工線，唔是講根據飲用水的什麼規範，目前也無這個規範，就是用咱的建築的相關的規定安尼爾啦。啊，根據你家己的迄個需求來設這部的工線安尼啦。哦，所以工線迄個設，甲即馬抑佫無一個比如講公家有一個標準，講你要設工線，但是因為看起來毋是甲工線攏抽抽起來嘛，一定是設油啊落去嘛。對，啊，就是這部分啊吼，因為無國家的標準，啊，阮嘛唔敢講吼，一定有效無效，因為你的材質百種嘛，有用塑膠講，有用亞講，有用生啊講，啊，有用什麼講吼，其實伊有一定的使用的年限，如同主持你講的，你咧講裝的毋是永久的。伊咧厝有誒可能佫較時間較久吼，啊，迄個鋼材其實伊會，比如講生鏽啊，還是講有脆化去啊吼，都可能有其他。即我優先請教甘老師吼，甘老師，即擺即個新的行業吼，我知影已經超過3-5檔啊，甲你洗恁兜的所謂的即個公路啊，迄用油水就去洗吧。伊有分兩款，一款是確實伊會加一寡像漂白水，哦，漂白水內底，因為你工線內底有一寡迄收藏的，哦，迄叫生物膜啊，哦，會加一寡漂白水落去甲洗。另外一款是加上超音波，伊會用迄個超音波的迄種震盪方式，加震動來洗，哦啊，所以看伊是有用到這種物理性的超音波，還是化學性的這種漂白水啊，吼。其實對水管的清洗來講啦，吼，確實是有伊的一定的效果啦。因為有的人，這個愛看伊家吼，上蓋早伊的內底的水管是哪位材質？什麼材質？對，啊，伊遮水塔有定時你洗有無？因為你水塔的水，你若攏無洗，伊咧頂懸就是有迄個我講迄收藏的物件，伊規個管線，伊可能就是攏會有迄生個收藏的迄種生物膜，所以講。這可能每一個家戶的狀況攏無相共，哦，攏無相共，哦，啊有的20-30檔啊，伊嘛是攏無洗，哦，啊嘛是安尼咧用，哦，所以就講，即擺這方面的問題，確實是無有哪會國家的標準來咧講，哦，啊來咧實行，啊對自來水公司來講，因水表頭前算因題，啊水表後壁這個愛看。每個家戶伊家己對伊的水塔、管線哦是安怎哩維護哦，這個真歹講。所以上保險愛水愛橫起來。嘿，對，一定愛橫。我建議你，咱離水塔有坑嘛吼，啊，所以你要啉進前愛用橫。我拄仔有講吼，甲滾頭2-3分鐘，啊，甲泡開，吼，啊，甲放互涼安尼就。泡開是啥物意思？伊有一寡迄蒸汽、水蒸氣，吼，水霧啊，伊會走開，吼啊，所以你內底，你若講內底有，閣有哪個微量的氯啦，啊，有機物啦，吼，這攏會當互伊走，嘿。哦，所以聽起來迄氯會變做氣體，啊，再走去。對。啊，所以咱但是他拄處長就講，迄水其實會當成癮嘛。那出來其實，阮即擺出的迄個迄個檢驗的迄個標準吼，其實公司吼符合率吼攏99.95以上的這個符合啦吼。啊，因為這部分吼，因為要符合國家的標準，這是阮的責任，所以阮這部分的主要是公司這吼，是攏一直攏在遵守安尼啦。嘿，是，市員，咱這一處基隆河刷來了後。敢有議員講，喂，這環保署伊即擺來加強能力。我的意思是講，譬如講自來水法吼，第11條針對着水源保護區、土地分區使用有規定。啊，這個種成，伊是佇水源區嗎？應該是啊。啊，應該是啊，各位設工廠。無，這會當安尼個。我是無了解當初102年設定的是毋是就是用這個廢油處理工廠這個申請啊？那可能他的申請的就是講毋是做這個啊，但是尾啊才個做這款的。啊，這擺經濟部嘛有針對這個
來代志來講，講若是有電影若有發現你即個目前在做的行業，甲進前就是申請的無共款，事業目的無共款，無共款的。而且呢，你即個工廠所做的，佫會是影響即個環境，才污染的代志，都愛勒令停業啦。啊，若照你講，我這個我請教處長吼，恁這個抽水對基隆河來抽水，是。啊，若照你講，規條基隆河攏算做水源保護區嘛？因為吼，這水河這個水源的保護區啊，吼，其實有兩個法定的規定的來源，等於主管機關啊，吼。啊，一個主管機關是環境部，啊，另外一個是經濟部。啊，其實因的管理吼，最主要吼，攏是啥？對於咱迄個飲用水啊，吼，伊的水源的部分去做相關的這個保護。我想法令的部分規定攏真清楚啦，而且嘛攏實行攏足久的時間。是，足清楚，但是有執行無執行而已嘛。那照他的市員講起來，這應該是水源區，應該照你講是袂當設這種工廠啊，連建築區嘛袂使吧？應該我看的法令應該是袂使啦。啊，阮這個戀安區目前大部分伫阮水單頂頭，就有講哦，這是水源保護區，啊有退你一撮仔錢，有回饋金啊，回饋金啦。啊，若是像電視員恁的，阮仁愛區毋是水源保護區，吼，伊迄是廟口車頭，迄毋是嘛，吼。啊，但是這個所在，你要設工廠嘛是袂用的啦，吼。我較久啊有小可了解一下，就是講這間公司其實伊的業務的營業項目啊，吼，伊是包括回收業啊、廢棄物清除清理業等等，加的，吼啊，其中上重要就是其他環保服務業，啊，就是較久啊咱環保服務業，對，還就是咱較久啊連議員伊所講的，抽廢油啦，服務啊。為船隻頂懸抽廢油，但是伊袂使處理。伊即間工廠，以我安尼判斷啦，伊會當設佇個暖，就表示講伊工啊會使收轉來，伊就愛送去互別人，對，送去互別人處理，伊袂使家己踮遮處理，啊，伊嘛袂使家己排放掉，因為遮毋是咧互你排放的嘛，這是最清楚的。啊，伊這就是。偷啊排放，才會去互人發現伊濟解嘛。啊，伊這是搞產呢，係啊，你10年來改呢，你是搞產呢。所以表示講環保局這麼長久以來，咱知影謝市長伊已經嘛3年啊嘛，做3年，他的這段時間攏無去甲伊稽核，無去甲伊調查，還是這回是去互地檢署查出來呢？咱這回水污染。總共抓到3間公司，環保局抓到的是迄間盛興動，沒有，伊是正方倉儲，環保局嘿，正方倉儲，迄是一個啊看到啊，迄個環境部抓到的是盛興動，就是迄個保修廠，啊，這間這個降層是地檢署。也就是經濟部配合地檢署去查出來，所以3間公司是無共款的單位去查出來。伊也就是講環保局伊佇咧這個稽核的過程內底，伊無做得不夠到位啦。也無照你講，你平常時啊都攏有咧查咧順吼。遮應該平常時啊，就去互你查出來。但是議員，咱平常心講啦吼，伊若半暝要來倒你免來。迄毋是半暝倒的問題，是即間工廠、即間公司，伊是做啥物業務，伊會使有囥啥物物件，這是平常時啊，你就看會出來嘛。啊，毋是等甲伊去倒的時陣，咱再來看，哎，這到底倒一間來倒。就議員你在地，你敢有去甲？以早你敢有去甲閃過？我去用閃過，去用警告呢。哦，安尼就答案就破案了，安尼就破案啊！你議員代人，你甲閃一個，去用警告哦。所以這是這間頭家甲你警告嗎？是啊，叫人來警告。哇，眾誠吼，眾誠公司啊，那連議員安尼講吼，你有啥物通好回應吼？你打電話來，甲阮講吼。
啊，你講警告是啥物意思吼？我可能來請這個市員吼，啊來甲市政府來講咱個閃節袂使。因為這是幾落不止一年前啊啦，我拄仔就講，包括伊都排安尼應該請賈市長伊個閃節看覓。因為這擺在處理這個代志吼，大概阮嘛知影，因為這間眾成應該有絕對大概80%的問題，啊，但是阮在這個過程，包括成立這個那個所的時候哦，在廟頭前哦，成立一個那個站，前進指揮所，前進指揮所的時，這個水道水公司啊，甲環保局，然後環保署的人講先莫講，因為安怎，即馬檢察官當地調查的啦，所以迄兩間吼，一間是迄個盛興，啊個是正豐，真正是假衰啦，拄好。正豐是前一案。啊，你平常時就該做的代志，對不對？無，因為因為嘛開始啊，拄好這個代志發生了後，伊嘛有講先賣報，啊，警方已經在調查，啊，較是有影，伊講有講，根據因為若無親像眾神共款有眾神保護啊。因為伊這尾啊根據啥物甲抓着呢？因為按碼頭抽出來量偌濟。啊！你回去這個亂放偌濟，啊，閣有你貨車的，即馬攏有 GPS 在衛星定位，你行的路線行幾界，配合這個路頂的監視器吼，攏甲調，所以在12號的時，12、13月正式破案，確實證據確鑿，啊，就該處理啊。我要請甘老師來給咱看吼，因為其實吼。世界各國按照管理水源攏有一定的規範，吼。你認為咱國管理水源是算做講法令真備足，但是管理無落實，還是講法令也無夠，啊水準也無夠，啊所以才會來地數就是安尼，才累犯遮濟代誌，啊甚至啊閣有迄流動型的，沙個就看所在彈落去，像迄個。迄個土粉啊場啦，然後安尼啊，老師安怎看待？我會看的是咱的法規吼，咱的法其實是真完整，但是咱佇地方你執行的時陣，有可能是咱的人力吼，咱的人啊，人無夠遐個人數，哦啊有當時啊拄仔你講的，人講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啊！有當時啊，伊要真正要頭牌，咱嘛無可能規工24點鐘攏就佇遐你甲看，吼。所以講，未來是毋是會當加增加這地方的環保稽查人員的能力啊？吼！啊，這另外就是講增加咱的一寡較先進的設備，哦，毋管是佇環保局，還是佇咱自來水公司，哦，這。其實攏會當來加強的一個方向啦，吼。我突然間想到吼，林議員，啊，若是恁地方嘛，即個守望相助，平常時就守望相助嘛，啊，規期撥一寡錢，吼，啊，因就是來排班來順河川家己的河家己救啊。若是講安尼，因為我是真贊同啦吼。啊，大家來閃啊，看伊佫敢甲你警告無？啊，伊這問題就敢若是工務處石河川局都有互因一個經費，互因人來順這個河。是的，這還佫10河川局，啊10河川局。我拄仔講意思是，河川局因有淡薄仔經費，互咱基隆市政府的巡查員，這個巡查員的經費。是這個河川局係中央的，啊，但是伊要做啥？因是順河邊的這個報刊有破壞無？但是若是有看到較異樣的，好比講伊排出來有色啦，甲這正常無款，伊嘛會當同時會當講啦吼。我舉這例就是講，啊，但是環保局的即馬目前也無安尼，遮個中央。互伊遮濟經費，會當來做遮個代志。啊，拄仔教授講，確實有影，
若是這人員的加強啦吼，啊是針對這頭牌，啊是講拄仔嘛，阮議員嘛有講，是毋是佇個即個伊出口的所在加強來檢測？我是感覺伊這設置的所在應該做一個檢討吧，是毋是安尼？是，我是感覺講這回吼有一點愛特別甲伊釐清啊，就是因的油墨感測器啊。吼，這個油墨感測器啊，照自來水廠的講法，因迄是無歹去哦。啊，照市政府的講法是講迄歹去。吼，是講歹去，所以甲因罰60萬吧，50萬啊，60萬呢，係啊。吼，啊特別愛甲大家解說，迄個油墨感測器是鋪喺水頂懸的，啊去透過光的反射去。看講這水有去互伊污染着哦，吼，啊若無吼，伊當然就抽起來淨化水質啊，做自來水來用。但是這回咧，根據我所知影，這個王正旭立法委員吼，伊有要求自來水廠講，恁愛有閣加一項機器，一項設備，放在水內底去檢測這個油膜。因為因即擺設備是佇個水頂懸，你著愛佇個水內底去檢測是毋是有油膜。啊，即擺有即個設備，啊，台水公司即回，我從為新聞看，因嘛是有加強即部分的設備，啊，來互咱的即個水源吼，驚伊講佇個污染的頭一個時間無發現，啊，去甲伊佫抽起來做水道水啊。所以市政府是認為恁的油膜機。水面油膜監測儀是歹去，啊，你是到底有歹也無歹？其實是這現場吼記錄都真清楚啦，毋是歹去啦吼，只是講伊的迄個感度，其實光嘛無要緊，因為吼，咱即擺咧補光真簡單嘛，所以阮佇遐吼啊光線無夠時，伊家己會用自動補光啦。所以我感覺這部分吼，自來水公司。針對比如講油膜啊，這個監測器的部分哦，拄好嘛已經說明過吼。伊是正常的，只是好像照拄啊主持人咧講的吼，咱你哋講吼，咱講兵臨城下吼，兵來到遮時陣才開始咧反應，其實咧上慢。其實規條基隆河啊吼，應該是對水源頭開始吼，咱來講有這個監測設備，啊，閣有拄啊加上講拄啊講的一寡巡守的這個能力啊吼，對來講較好的進步要千萬啦。因為啥物？你若講佇頭前，你就知影講有這個狀況啊，你後壁你就迄反應，我感覺這時間會閣較長啦。但是我不禁要問啦吼，這順閘河川，這是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吧？是毋是甘老師他安尼講？是啦，是啊。啊，地方政府才來罰恁自來水公司啊，這是到底是這個監測儀無夠敏感，所以來罰這個監測儀到縮褲夾。還是講無，恁就是這非戰之罪，老師安怎看？對水公司來講，確實這道叫亡羊補牢啦吼，因為已經水吼已經算講入來伊水廠內底啊，即使伊的油膜迄個監測儀無有咧運轉，但是吼，我拄仔講到的講人的感官啦吼。條分之一，嘿，條分之一是確實是比儀器更加1000倍以上的敏感嘛。所以講，我嘛是佇遮建議講，咱若講基隆區也是翕記者啊，有迄民眾出來，你閣聞到這有迄油味的吼，其實對阮來講，因為頂禮拜我有看一個報告，這是迄個陽明交大教授去。咱拄仔講的這個區域吼，去檢驗看開哦，攏是完全符合咱的國家標準啦。吼啊，所以呢，咱抽用的所在哦，這個水質確實是無問題。但是你也入厝哦，尤其是你洗身軀的時陣，你有感覺有這個油味。第一點，我是安尼來甲各位觀眾朋友來講，你甲迄水龍頭吼，迄水愛。一定愛甲排好去啊！哎呦，水台咧會水漏刷哦，這是第一點。啊，第二點，你漏刷，你的心內話，感覺嘛，聞到有這個油味。我看這個時陣會當敲互專業迄個自來水公司1910，哦，請因來
看內底公路，還是講水塔是毋是安怎洗，吼，安怎來清理，會甲這油味啦，吼，會當互伊無去安尼。我是感覺安尼是較實在啦。啊，那說了行政工作，兩位議員吼，恁認為除了這聽起來就是環保局啊、工務局啊、加中央的地質河川局啊，佫有啥物局處愛共同來努力這項代志？環保局是毋是安尼？是以環保局的業務來講，吼，對，不管是工廠的稽查吼，還是廢水的管理也是好，吼。工廠的稽查有的是咱的這個產發處啊，吼，對應的業務的這方面。但是對於廢水的排放這部分，這絕對是環保局的業務啦，吼。我是建議環保局應該定期去追蹤去稽核這的業者，吼，因為你有偌濟工廠佇個這沿線，這足清楚的嘛。這市政府一定有資料，你要設工廠佇個倒位，市政府遐攏有資料嘛。啊，你就愛照這個伊的營業項目去甲伊看，看你有其他的物件走無運動走未來，你工廠你走未來無？吼，這攏查會到的啊。而且這嘛毋是講真大、真困難的一個稽核的技巧，親像剛連議員講的，對無？你為你船頂你抽偌濟油，啊，你工廠內底有偌濟油，啊，你的車走啥物所在？吼，你明明抽來你送去，無就較通嘛愛去查呢。對，啊，迄就是怪市政府愛協作的一個工作嘛。那這吼，這累犯這其實自古早以來啊，吼，不管向咧執政啊，其實。小隔壁，親像咱小隔壁瑞豐就新北市嘛，對無？這各縣市攏有迄啊，實際嘛是新北市嘛，對無？咱攏互相有一個協作的一個平台，互相會鬥相共，啊，因個工廠的物件會走來甲家人，啊，咱安怎協助因去做稽查，啊，咱遮查到的物件，因安怎來協助咱？這自古早到即馬都一直攏有的啦，毋是講今仔日發生即件代志啊，咱才要來做這，毋是啦。因為環保運動已經幾落十年啊啦，所以即種的溝通、互相協作，包括市政府甲水公司嘛有合作的即個溝通的平台啊，因嘛有一個群組啊，有即個水公司發現有問題，馬上佇群組反映。市政府得到消息，伊嘛會馬上就處理啊。這是自古早到即馬攏一直有的啦，毋是即回才有。所以咱是希望講，既然有遮的機制佇個，你市政府就做好你該做的。啊，當然自來水廠嘛愛做好自來水廠，你水要互人食，愛互人食落會安心嘛，吼，這才是重點嘛，吼。就每一個人做好家己應該愛做的工課。是，林議員，你。佫去甲閃者，看伊個佫來鋪。我其實即馬講到這吼，我是感覺當然家人環保局伊是有應該伊愛做的工課。嘿，啊，佇個遮裡這種資源無夠的部分吼，啊，今仔代志發生，甲這水已經流到即個自來水公司因兜門口啊。啊，恁知影這是我了解啦吼。這個家人戶啊，因遐抽水起來了啊，因咧經過過程是成入去沿路吼，因咧講哪抽入去加油房，佮放油劑，放氯氣吼，氯氣，啊，然後會進攪拌池，吼，然後讓它沉澱，一寡雜質會沉澱，沉澱了它進入快濾池。好，快濾池又再流到蓄水池，就流的再因那上倒出來，啊，你這長的中間差不多同步嘛，差3、4點鐘，啊，竟然無發現，啊，我感覺講條分之一啦，對，啊，就我感覺講這個問題哦，今仔代志已經發生啊，是不是咱愛安怎來這個防止下擺的代志，賣閣安尼發生，不管是這個家人環保局的部分，我相信環境部伊嘛針對這個代志，我知影後禮拜敢若要來家人
這個考察咱自來水廠。啊，我希望講，是不是因為咱加一寡資源來互基隆市政府做頭一道的稽查的工作。有啦，伊是講哦，因為加強設備嘛。因加強設備啊，這一定是愛嘛。這個代志既然發生啊，看是用什麼方式來個解決。另外，我留1分鐘給處長吼來講，就是講，其實咱台灣有其他的河川嘛有咱的水源自來水道頭3分之1來自河川的哦。是。啊，這刷來安怎來處理啊？其實這個問題啊吼，自來水公司目前啊吼有486座的淨水場啦吼。那阮即馬佇咱的迄個監測儀器的部分哦，阮大概照我目前的迄個資料是大概有4238隻24小時在做自動監測的這個量啦吼，所以吼，自來水公司除了吼。